来看桃园市府开超过8000万，伫咧北竹台南森林公园打造一间儿童图书馆。结果才启用4档，便啊落雨地涉水积水，有民代就要求应该彻底来改善。官方表示讲，今年会先做紧急防水工程，提报明年变重大工程的预算，再个继续来征收。一落大雨就积淹水。厝内壁感严重，若安尼，连年一卡也出现几个所在涉水。这是发生伫4月份，地点就伫桃园市政府开超过8000万，伫北竹大南森林公园内修缮具军用房舍，打造儿童园区图书馆。开馆这4年，就一直有状况。积淹水的情况，加上馆舍本身防水没有做好。所以水就会渗入到这个墙壁里面，甚至呢是渗入到我们馆舍的内部哦。议员即期相关处理地表无治本，要求解决淹水，也爱改善整体排水。7类图书馆回应，这原本是国军营区106年市府利用旧房舍进行活化转型，园区图书馆110年正式落成启用。老旧建物实际有40-50年历史，搁位伫地势较低所在，加上伫生态池4khu位水气较重，已经在做改善。在今年的4月，跟公务局做了现勘跟改善的协调分工，外面的部分由公务局来进行协助，那整个园区内的部分就由教育局跟图书馆来争取经费进行改善。7类图书馆表示，这2年风太较接，瞬间强降雨增加，雨水无法度引流到期望的水道加生态池，造成园区积水、甲室内地板入水、壁漏水、甲壁感等问题，已经跨局处会勘进行紧急防水指路改善工程，搁提咧明年重大工程，争取后手修缮经费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